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在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这时候献诗小小婴孩，我们请耶利米弹戏。相信。
谢耶利米团契带来这首小小婴孩，他诗歌里面写到，他用他身上的伤痕来去爱人，真的是要再次警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来为神继续荣耀他的慈爱和恩典在这世上。好，这时候讲到牧师今天要分享的讯息是为何上帝成为人。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平安。平安。在开始分享以前，首先要欢迎所有来自于昭都教会的家人跟新朋友们，谢谢你们，我非常感佩不辞劳远，不是说不因为气候的寒冷或是下雨，仍然可以起个大早来到教会，来到圣殿当中，来参与、来出席昭都教会今年在这个主日10月20号办理的圣诞崇拜的主日。为上帝来向你们来感恩谢谢各位今天早上可以这么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出席这场的圣诞崇拜。所以在开始以前，从一开始从我们的敬拜赞美的这个带领下，以及刚才从一些长老怎么要就罗可以在到一些干难知道一件事情，是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是圣诞节，虽然我们提早了圣诞耶稣的降生在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当中实在是非常的意义深远所以在开始以前，在信息分享开始以前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跟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可能你不认识他可能你已经熟悉了这位我们边上的姐妹弟兄再一次用您可以用拳头碰拳头，或是直接用实体握手的方式，就握着你边上姐妹弟兄的手就看着他的眼睛说：“耶稣降生，为你为我。”还有我们刚刚那个好多节也是好耶，把耶稣基山呐，takwa呐，我们parliament健康呐。上帝，耶稣降生，为你为我。今天早上这个主题是我们圣诞系列的最后一讲，也是第5讲。为何上帝要成为人？刚才我们的司礼长老李姐长老已经带领我们去读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章1到18节因为这段经文真的非常的长不太可能会在今天大约用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分享，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在来年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把继续没有完成的这些里面的圣经的内容，再更加详实的分享给各位姐妹弟兄们，让我们更加清楚为什么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当中有一段上帝的独生爱子让他离开那个在高高在天的那个宝座上面，降临到降下来，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跟真理，也成为我们的姐妹跟弟兄。这是在今天早晨上午要跟我一起来思考的一件事情。那会如马拉当到punya atabang为他起 yes asali kakak。当然，也许有人会问这几讲下来，一定会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来呢？那会如叫第一节 kita lihat shows Amerizai kita lihat asali kakak kawas， 为什么呢？如果这位神是他真的为我们降生下来，他成为神又成为人，他又是神又是成为人，理当他是无所不能的。难道他来到这世界，或者说，难道他不降生来到我们中间，他就不能够拯救世人吗？因为我tadi来我还是跟kita tunai serikatkan ano cara dia mahofud tadi salah hoye memperoleh kita hakia。姐妹弟兄，耶稣如果他不来，他就不能够拯救我们世人吗？当然了，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可是圣经也提醒我们说，这位神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来到这世界，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我们帮助人，帮助我们更容易的来认识他，通过他自己的话，上帝的话就是随着圣经来亲近他，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这个书卷约翰福音。按照教会的历史来看，圣经的历史来看，约翰写这个书卷约翰福音，大概在纪元90年，就西元90年的时候，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是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他复活升天之后的60年。这60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发生了许多的让约翰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也让约翰去思考一件事情，特别在神学上的思考。一开始经文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道就是上帝。有人就透过这一节经文而已，就写了一本的所谓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在神学上面。当然这不是我们在今天早上所要讨论的一个议题，而是透过这段经文，耶稣他离开了世界升天之后的60年，在约翰的生活经验里面发生好多的事情，于是约翰就把耶稣当时候教训他们的这些话，透过耶稣还在世的3年半时间，他在世上生活的一些经验，写成约翰福音。至少我们在这段经文读了2段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去思考上帝为何成为人的两节经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开始读3段。约翰福音1章16节，起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亲爱的姐妹弟兄，当约翰他回过头来去回想当初耶稣陪伴着他们在这世上传上帝国的福音，传悔改的信息，医治那些生病的人，那同时也医治伤心的人，使人得到很大的盼望跟生命。约翰发现原来耶稣带来的是那么的丰盛，丰盛在原来的意思，它同时还有丰满，还有满足的意思。换句话说，在耶稣的里面，他在行道3年半的时间当中，他充满了丰盛，给我们许多的满足我们的需求，也丰满我们的生命。不只是领受他的丰盛、丰满跟丰足，而且让我们的恩典额外的加添更多。第二个很重要的经文在17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圣经是由旧约跟新约一起合起来的，所谓的新旧约的圣经。总共66卷。旧约跟新约加起来总有66卷。在旧里面，我们发现是一本一直讲述一些礼仪、仪式、规矩、一些规范的行为的这些的事迹。我们曾经走过旧约的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当中有很多的规范，连最细微的摩西就把它规定出来。所以，当我们在遵守的时候，我们觉得感到好难哦。特别当我们一想起要背诵那个10诫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困难辛苦。为什么？好像就人的标准来看，好像达不到，不是吗？可是感谢上帝，在新约耶稣的在耶稣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恩典加上真理。而且有趣的是，亲爱的姐妹弟兄，当我们去读新约圣经，特别是4福音书，所谓的对观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最叫我们惊讶的，在4福音书里头，
叫我们不要考虑做什么事情，而是要考虑我们是什么的身份。所谓就是我们都是他的产业，当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在罗马书第10章9节所说的，一啲罗马，所以大家是个目的啊，这方是个希望都是有大家这pas mangalai kita ambil ayat tu di akawa yes itu hawi pasok lagi kita lancaran hawi kata zap uyan nanti pasok ini kita malam muda kita malah wawa tu kawas kita saling kakak。罗马书10章，新约罗马书10章9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为神就会来拯救我们，我们当下就成为他的儿女。可是很有趣的是，亲爱的几个弟兄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原本人是无法亲近上帝，可是圣诞节的时候，这位神，这位耶稣，他成为人。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也跟我们走在一起，在我们中间，他亲自成为我们的典范或者说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样式，他所行出来的一些的生活的模式，让我们有一些的一个依循，可以越来越像他。同时，许多时候，老实说，我们常常无法理解圣经中的上帝，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不太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所有的带领。可是原本人以为无法理解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成为人，用我们可以懂的话，用我们可以所理解的事情，在圣诞节的时候。耶稣用所谓道成肉身的方式，他成为人的方式，他像一个普通的人来到世界。礼拜5的时候，我们过了平安夜的晚崇拜，让我们更加知道，他成为人的样式，用普通人的样式就降生在我们中间，来到这个世界。他只为了一个目的，亲爱的姐妹弟兄，是为了我们。耶稣将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只为了你跟我。在上一讲跟我有分享过，圣诞节的核心的信息是，耶稣为了你跟我来到这世上，他透过人这种非常普通的方式来到这世上，他在世上的肉体的肉身的肉体的母亲玛利亚。降生在这个世上，所以约翰福音1章14节这样告诉我们，一起来读，请来，道成肉身住在中间，充满了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亲爱的姐妹弟兄们，Nak kawas kita nan saling kala sa tukang kau saan. Honi atara likur, honi kinapawan, honi manakai ami nada dicuba diciranan sedekah. 上帝非常清楚人的软弱，他甚至非常清楚人很难理解他的慈爱跟关怀，甚至人很难明白神的救恩的计划。可是神又非常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是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他将自己成为人的形象，带着神全部的荣耀，带着神全部的完美，他降生来到这世界里头。Bahkan itu bangsalai dia hingga saligaka, bahkan itu musai ulah hingga mahofot dia tinggal arang hingga。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圣诞节的焦点是耶稣。在第3讲的时候，曾经跟各位分享，在圣诞节理当就是要谈论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人，理当就要谈论耶稣。我们吃喝要谈耶稣，我们躺卧谈耶稣，我们躬耕嫁娶、吃喝拉撒睡都要谈论耶稣。
我们邀请耶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王，我们邀请耶稣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成为我们的王，我们邀请耶稣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成为我们的王。可是有趣的是，亲爱的姐妹弟兄，这个社会却告诉我们，却提醒我们，人们是对耶稣是不感兴趣的，人们对那个点灯才有兴趣，人们对那个圣诞的餐才有兴趣，人们对商业的圣诞节的活动才有兴趣。人们不管我们，不管耶稣，可是这位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2000多年前，他来到中间。用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圣诞节的焦点是耶稣，请不要忘记，不是啊，今天1年1度哈，我们为了教会为了要庆祝耶稣，我们中午有很简易的爱宴。虽然我们第一次把活动拉到我们围墙之外的这条马路上头，在这几周，牧师看到各个团契非常认真努力的来演练，非常认真的来预备，甚至把时间虽然非常忙碌，都把时间挤出来，或者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姐妹弟兄。事实上，请不要忘记，圣诞节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身上。圣诞节如果没有恩典，没有真理，不是不清楚，不清楚，做一个基督徒的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没有恩典的真理，我们说它这种无情，这种残忍、叫冰冷的人；而没有真理的恩典，是没有原则、非常情绪化的人生。神用他全部的生命，用人的样式，你到我们中间来，充满了恩典跟真理。不只是这样子，还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有这位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在这个圣诞节当中，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我真的很感恩，刚才第3组的主领者带领我们说，在这个圣诞节里头，求神帮助我们，在他的祷文当中说，我们透过我们好的行为，更多人看见，因着基督徒愿意彼此相爱，愿意在许多事情上面成为耶稣的样式，成为一个小基督，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圈、个人的生活，是公领域的生活，我们都尽力扮演好一个基督徒的角色，来见证出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给我们的恩典，他其中给我们的一种爱，他的属性，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把它分享出来，从我们的言语，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行事作为上面，让人家看见我们身上有耶稣，有上帝，以致就愿意来听我们。可是有趣的是，并不是如此，不是吗？那我们怎么尽力要把耶稣传出去呢？虽然经文告诉我们说要接待他，而且要见证他。那个不容奶奶。Wafana kita ambil ham-ham ijiranan wafana kita ambil bawa cai ijiranan yes kawas ni kasar kakak. Jadi orang pemida ya ham-ham kita alu malai asari kakak. Jadi ni Christmas hawi nanai pakai umang ayai maka bahaya pinangan wai-wai kita ambil bawa cai alu malai akan tahu. Ta basulut
Kaya Paulo siya, bukaan ako pasulin ay siyesan at Paulo nulumak numita, ato witaw numita, ato tiyaw numita, ato kaput numita sa nagaka. Bagay ito, kaulahan ng gabi ang kawas. Yes. 期待他跟信任他，是成为基督徒最起码在这个圣诞节期里头要回应他的2种最起码的方式。11、12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现在姐妹弟兄，第12节牧师可以把它反白成紫色。我们一起来读第12节，请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因为hamay jiranan how you pasok inay yesan kaka you pasok din ami hamham ila jiranan yesan how you tatsa papriyan utabang to taramanay asakwan angira ta balao wawa lumita malu malkawa tumira chirau malawawa kita malawawa mkawas kita sari kaka kaya ini apa sih berat Yohanes kita kan 请弟兄，12节这是一句非常祝福跟恩典的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真的相信这句话，也许会冒犯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我自己有许多有一些不是许多，有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 我曾经跟各位分享，其中有一个朋友，他也乐意来到教会参与聚会，他也愿意非常喜欢亲近基督徒的朋友，他也不是全部，他也会出席教会所办理的活动。可是这些年来，他始终有一个坎没有过去，就上次跟各位分享的。 他实在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但是《使徒信经》有一段告诉我们的说，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灵感孕这件事情。圣灵就上帝亲自让这个胚胎成为人的样式。开什么玩笑？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是经过约瑟玛利亚的未婚夫，两个因为相爱得到一个结晶，圣经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而是很简单用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件事情来回应世人在凭着信心里头，凭着相信这件事情来信耶稣降生为人来到这个世上。 牧师的这位朋友，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始终是跨不过那个门槛。用今天的医学的角度来说，怎么可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试管婴儿这件事情发生了？怎么回事？有人尝试过好几回都没办法成功，怎么可能在2000多年前神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现在姐妹弟兄，牧师在台上也跟各位分享，我无法告诉你这个答案，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如果真的要问出一个明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不好意思，将来当耶稣再来第2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亲自在他的身处前问个明白吧。否则我们怎么接待他？怎么相信他？ 这句话对这个世界来说，对这个繁华的世界好像万花筒的世界来说，实在是令人感冒的。所以，我们都有朋友，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上打滚，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上糊一口饭吃。牧师真的相信，
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同事、我们的邻舍，对钱财感到兴趣，如何吃，怎么才会得到健康，会感到兴趣。去哪里玩，感到兴趣。去吃什么，去哪家餐厅打卡的餐厅，排队的食物，感到兴趣。甚至对新鲜的事物啊、名人都趋之若鹜，感到极大的兴趣。可是我们一旦谈论说神爱世人，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亲爱的，反得永生，不是吗？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谈论神爱世人这件事后，人们会把耳朵关起来。当我们谈论说耶稣为罪人被钉十字架，是为了你跟我的罪的缘故，人就很刻意把耳朵塞起来的，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感到兴趣缺缺。Mana ay may tutam daw do makulah kukawas tutam daw sa na aswar saligaka. Mausi kutam daw ami tengi tuya. Bakani turaraw anumita yes. Kinafalah tak tu ore ama pacak ini jaucika. Ami pak ore ikitada sa na aswar mana ay ami layak ami tengi tu swar saligaka nu pasor ya ciesan. Wia kaulahan halamaan ya kasuay akakanan. Ma'anan ma'ana amin sa kaisada cercer kuntir aku nakciay atir sa maulah kutam da saligaka amin wilayah bitengnya. 可是约翰在这边提醒我们，他说要接待耶稣。有读到一句话，这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相信就是接待的意思。Pasoklin ano na hawi, mihamhamay saan？ 相信就是接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好像今天牧师不经意的就来到各位的府上，去敲了敲门，去按了按门铃。我们从那个猫眼的那个孔去看外面到底是谁在按门铃，到底谁在敲门。一看，哦，原来是那个叫刘阿春的牧师。我们就把门打开，牧师，什么风把你吹进来？请进，请进。只叫做欢迎，这叫做接待。Mahal sa likakaw, pihamham mita kawas hananay, maulah sa ay pinaay. 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子。神在我们的心门当中叩门，当我们打开那道门，看见耶稣，我们就欢喜，我们就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叫做接待。亲爱的姐妹弟兄，相信就是接待的意思。Pasok inay at tanda hay miham-hamay ciyesan. Tamala kawas tuningra ni pakitser kita na matumas tu yasidaet atau solingra talikaka。我们愿意相信，也接待这位神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有丰满，就会有满足，就会有丰盛。因为我们接待他，当然不是在生活物质上面，我们会很丰盛。当然也有，各位知道吗？我常常跟同工家分享，目前我们家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就叫这个人叫刘阿春。因为在15年前牧师的妻子也是各位的师母，他原本有一份非常好的职业工作，因为生病的缘故因为癌症之后化疗的缘故，致使他整个说话就是造成他整个就是面部一直到身体的右半边脖子以降，一直到身体的部分右半边，现在已经萎缩了，开始退化了，连他舌头都没办法讲清楚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很吃力听叶嘉玲女士她说话，我们甚至听不清楚。有些时候姐妹就打电话到牧师馆来，如果是嘉玲，如果是什么接的，因为听不清楚，她有一回就非常难过。你在为什么？这个不讲，我要说的是，各位知道吗？因为我相信上帝，他带来我的生命有很大的祝福。因为我相信圣经告诉我的，这位神，因为我相信了，我亲近他，我也认识他的属性。我相信他会带来在我们的家里头很大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祝福。透过各位姐妹弟兄爱上帝，他的仆人叫做牧师的在下，常常把那个好吃的，谢谢各位。有些时候也邀请牧师一家人去他们家吃饭。谢谢，我为上帝向各位感谢。到了月底的时候，现在姐妹弟兄，牧师家的牧师馆的冰箱是满的。每一回到了月底，快到月底的时候，我们都很感恩。有机会，当现在我们一家人不再像以前，可以每个月有一次，至少可能有一次，或者2个月一次，犒赏我们自己，会到邻近的餐厅，透过好吃的食物、美味的食物来犒赏我们的心，我们自己。但现在已经没办法这么做，家里没办法吃食物了，只能靠别位管。可是我仍然感恩现在姐妹弟兄们，因为我相信上帝，我接待上帝，我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他会负责我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不用管理钱财，不是，照样要管理钱财，照样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照样要保守顾惜自己的身体。到了月底的时候，就很多的丰满。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是接待耶稣的人。当我们约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每一个领域的时候，亲爱的姐妹弟兄，这不容易。在前天讲就跟各位分享，让耶稣要在我们的生活做王，让耶稣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做王，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很不容易。人都有惰性，各位，就连牧师也是。可是，一旦想到这位上帝这样恩待我们的时候，我心中满满的感谢。即使困难还横亘在前面，没有问题。神赐给我们力量，赐我们足够的智慧，赐我们足够的信心，赐我们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种挑战。自然而然，神会通过许多的贵人，所谓的天使，成为我们的帮助跟祝福。这是一直到今天，1996年4月30号，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好几回了。1996年4月30号，牧师受洗成基督徒，一直到今天，一直不断相信一件事情：你相信了，接待，他就提升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我们是上帝，是耶稣最宝贵的儿女。国语教派把最宝贵的儿女，把它转化成另外一种用语，叫做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
都是都是公主，都是王子，这么尊贵的身份，现在这个弟兄，当我们相信他、期待他们，我们就有这样尊贵的身份。第二个要见证他。18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现在姐妹弟兄，旧约的摩西，各位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徒，在圣经当中，他的地位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是没办法超越的。连摩西都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只能够远远望着上帝的背影。出埃及记这样告诉我。神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父上帝。可是我们一旦愿意把上帝的样式、上帝的属性，什么属性？各位记得新约的加拉太书第5章23节吗？可不可以请各位翻各位手边那个圣经3C，各位就是3C的智慧的产品，就翻到新约的加拉太书第5章23节。如果有的话，有两位姐妹或是弟兄首先翻到了这段经文，就请你用你手边拿的，不论是新标点和合本，或是现代中译本，或是当代译本都没有问题，就请你大声的附送，可以吗？22还是23节说的圣灵的9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最后一个是节制。节制。9种果子，我们就会努力的把这个9种的果子，把它做出来。人们从我们这些9种果子里面，不论是恩慈、良善、忍耐，或是慈爱、温柔，或是节制，或是和平，看到我们做出来了，他们就愿意听我们说话，愿意对我们感到兴趣。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到不了神那边，因为我们实在是太不了解，太不能够完全清楚这位上帝的作为，这位神的作为，神就用我们可以了解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用好的行为，这种见证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帮助人们去认识这位上帝。Arahan salika kapulong hawid. Taransa kita salika ka. 曾经跟各位分享，我的三舅子他的孩子曾经就跑来面前来抱怨，因为他的姑丈就是在下。他孩子的姑丈就是在下，就问我说，姑丈，牧师，请你告诉我，我的父母亲在教会这么扮演的这么好的基督徒的角色，为什么回到家里当中就像一个母老河东狮吼的母老虎，怎么就像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狮子一样的父亲？那个在教会里当中的小绵羊那个样子怎么不见了？也曾经跟各位分享一个见证，有一对夫妻，特别是这位太太，她常常邀请她教会的小组的这些妻友们，基督徒，帮助她祷告，让神可以早日感动她的先生，可以早日相信耶稣。这件事情，那个小组全教会都知道。有一天，她的先生果然出席教会的礼拜。当那个从那个招待一开始看到是那个某某太太的先生的时候，说欢迎你来了，太好了，请问你最近把酒戒掉了吗？请问你有再次对你太太不好吗？后来那个先生有一次就到他们家聚会，那个小组的组长就是他们有一个叫组长，就类似领袖。带这个小组的这个聚会，那个小组的组长就邀请他说某某先生
我们为你祷告好久了，我们也期待你真的要相信耶稣请问这些日子以来您的意向如何，意愿如何？那个先生就很不客气对他们说：“情况没有怎么样吧？没有吧？要小心。”他就说，这位先生就说：“如果天堂里面到处都像是我太太那个样子，那我倒宁愿去下地狱。”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行为去见证神，我们的家人怎么可能会相信耶稣？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行为，在我们的工作单位上面成为那个单位的祝福，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怎么敢愿意让事情交代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行为，我们一开门就看到对面那位我们的邻居，他就把头转回去，只是为了那个鞋子超过一格，我们争论了半天，谁会想要相信耶稣？各位，如果到处不诚实，没有人会想要相信我们说的话。透过好的行为，我们可以见证上帝。这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用他们第一手的这种经历到上帝的这种作为，去见证耶稣的，一直到今天，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也帮助我们去享受天父上帝的慈爱。这个人是泰雅尔州会石磊教会的徐正禄长老，在20年前，他曾经来到我们中间，还有印象吗？各位老姐妹、老弟兄们，不是5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他吗？但耶度姑娘揪了一点给他上，你看他就徐正禄揪了，他的报道在教会界的这些的媒体当中，到处被广为流传。新竹县尖石乡石磊村的石磊教会的长老徐正禄长老，因为他因为小耳朵的缘故，他耳朵没有口，从小就是如此，人们都不相信他可以讲电话的。我不清楚在座有医生，如果从医学的角度，可能吗？放在额头可以讲电话。他亲自证实这件事情，也曾经在我们当中就亲自证明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提到他？他目前人在新竹县尖石乡后山的石磊马里光。如果各位对田埔、对新竹县尖石乡稍微有了解的话，就在田埔村田埔的对面的山头叫石磊。这边居住，开了民宿，很有趣，为人很风趣。当民宿的主人开了民宿，当民宿的主人之后，他就跟他的家人就说了一件事情：我们何等恩典，何其有幸，积攒了那么一点点的金钱财。我们也想要过一点点可以享受的生活，所以上帝恩待我们，透过有个决定，可以去招待这些从台湾各地来到新竹县尖石乡后山的这些的旅客，于是他就开启了民宿，三申五令，对他的家人说：我们是基督徒，要不要用好的行为去接待这些旅客吧？不知道吗？他以身作则，也要求他的家人也这么做。他说，他的生活
就是一篇活的信息，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的见证。当我们如何面对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如何面对家人的时候，我们也如此对待面对这些旅客吧。一般人都很香港，对不对？我们连笑脸对外面的人，恶脸相向对自己人。不断的这种好的见证，让他的民宿越开越好。很多时候到了主日，住在他们家的民宿的这些客人，主日嘛，是吗？时代教会修一堂礼拜，主日嘛，他也是教会的长老，可想而知服事也很重，很繁重。主日的时候，他就一早就把当天这些的入住他们那个民宿的这些旅客们他所需要的所有全部的东西都安排好了，也邀请他们下来享用早餐，跟他的家人一起享用早餐。时间到了，他就跟入住的旅客说：“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是今天是主日，我是基督徒，也是教会的长老，我要去聚会。”很有趣的是，现在这个弟兄，这些旅客就很好奇说：“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又是一个长老，又是一个基督徒，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我可不可以跟你去？”就这样子，现在这个弟兄们，这位长老就带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来相信耶稣。曾经来到我们中间的罗以神学生还记得吗？那个泰尔族的罗以神学生，他就在这个祷告当中，跟我们当中的刚秋华长老还在世的时候跟我讲说，他那天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就亲自跟刚秋华长老说：“你的祷告都蒙上帝应允。”那个罗以神学生很好奇，对他就来到世界教会来实习神学生的实习，就看到这个长老也没用什么高深大志的这些的话语去传耶稣，他用他很平凡的那种他私底下的生活的样子，人就不断的进到教会。只要是入住到他们民宿的，几乎都会去到教会。亲爱的弟兄们，好行为就是我们平常对待人好的方式，用上帝的属性的方式，用我们的身体力行的方式，做盐做。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做盐做光，成为一个调和者，要吸引人，让他可以相信耶稣，将荣耀归给上帝。是不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看见了耶稣，相信了耶稣，我们就同时看见了天父。这是牧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把这段经文标示出来，请各位读的目的。我们再一次读约翰福音1章18节选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大生子将他表出来。是透过相信耶稣，我们有好的行为，让人们看见耶稣。那结束了。圣诞节的核心信息是有一位永恒的神来到了有限的空间，为了救赎有限的人类，要进入到他的永恒的里头，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别人的祝福。这正是今天下午我们跨出那一步，来到外头，用一种节目活动的形态来呈现
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一些恩典，通过我们的好的行为、诗歌演唱的方式、用舞蹈的方式，呈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人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上帝，就是可以吸引社区居民的眼目，进一步想要来相信这位上帝，容易吗？现在姐妹弟兄，请相信牧师的这段话，不会一次的活动就可以让人相信耶稣。换句话说，也会牧师一次的讲道，各位就会相信耶稣。让我不断的呈现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行出来的，合于福音生活要求这种方式，使人看就相信耶稣。求神帮助我们，就在这个圣诞节里面传递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真理跟恩典的爱，可以激励基督徒的我们，帮助我们活出生命最美好的价值跟意义。就在这个圣诞节，所以要跟各位感谢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感谢同工这几周以来一直在帮忙做协调的工作，得以让许多的活动可以很顺利的来进行。同时也感谢有许多的姐妹弟兄，为了这些今天的所有的呈现，已经付出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来努力的祷告，盼望神来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今天的所有的事情。也感谢姐妹弟兄们恐怕花了许多的精神来分享耶稣，让久未出席的我们的家人在今天来到樟树教会，一起来领受他的祝福，跟他的跟我们之间有非常有一些的非常好的美好的分享一直讲基督教的术语，就有一些很好的交流跟一些彼此互相的对话，来做到关心的目的。这件事情要同时感谢，也求神祝福我们现在姐妹弟兄们，让我们现在看到，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上帝。就像今天上午，就今天下午。最后我要分享一个见证。我记得在第二讲的时候，跟各位分享过一件事情。今年是牧师最不想过圣诞节的一年。老实说，感谢上帝有一群非常棒的同工，更有一群非常爱主的姐妹弟兄们，不断的给予，不断的补位，不断的做协调的工作，让各位站在各位的我们的牧师叫刘阿春，今天可以比较放手，让圣诞节可以如期的进行。可是，在我灵性里头非常的低落。在第二讲就跟各位分享过，对我照常读经，如常祷告，也做中会的许多的服事跟工作，可是灵性一直很低落。我求神帮助我去恢复我对上帝的热情，我求神帮助我恢复对人的热心，助人的热心。我求神帮助我再次回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来，让我成为一个他喜悦的孩子。果然，上帝成就了这个祷告。就在这周，不断的
因为圣灵的帮助，师母常常讲的，圣灵的教会的复兴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感动不会是凸显某一个人，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不会是凸显牧师、凸显某一个长老、凸显某一个姐妹弟兄，而是圣灵的工作运行是就在我们中间慢慢的用他的爱、用他的感动来催促着我们，以至于事情就按着神的心意就成就。当我回头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牧师在7月份参加了新美周会的同工的共事营，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新美周会的议长张牧师教会的一位姐妹，在她的祷告当中就写了这么一段话，她说：“亲爱的牧师，我不认识你，可是在我的祷告当中，我看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在我的背后有很深的这种颜色叫蓝色，一直不断的就是遮蔽。他看到那个蓝色的氛围底下的人，这个刘阿春非常的忧闷，似乎走不出那个泥淖出来。可是那个画面一转，这个短短的这个卡片的第二段就这样论述了。他说：“我又看到好像圣灵一样的鸽子，就临到我们中间，临到教会的里面，把那个蓝色的这个区块就慢慢的驱赶，就看到许多人就出来了，就被兴起。因为基督徒的术语叫被兴起了，就是被起来了，愿意站出来了。”就把这些事情就一步一项的逐步的完成。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把这封信，把这张卡抽到一看，就无限的感动。是谢谢上帝，因为耶稣是爱，耶稣是光，有耶稣是光，他就驱除了黑暗。暗不愿意就近光，而光愿意覆盖着暗，让神的爱就临到我们教会的人，神的爱就临到每个姐妹弟兄的当中。今天早上用这短短的见证来结束今天早上的分享，结束这一系列的信息。这是我们邀请我们的诗班来帮助我们继续敬拜这位上帝，主耶稣是光这首诗歌。献给上帝。
兄们，这时候我们一起要做一个祷告。圣诞节的信息是，这位大有盼望的神，因为人的缘故，他来到这有限的空间，帮助有限的人进入到他的永恒的里头。换句话说，耶稣的降生成为人，他实实在在就是为了你跟我，这是耶稣降生的目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继续求神帮助我们，也恩待我们，因着他的帮助，让我们再次充满了他的恩典跟真理，继续用愿意接待他的这种方式，让耶稣进到我们生命的当中。也同时，求着帮助我们用合于福音生活要求的这种美好的好的行为来见证耶稣，让世人看见了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彼此相爱，就认耶稣为他们生命中的主。如果您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或是你就要相信耶稣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愿意来相信，并且接待这位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尝试看看，也许我们有相信了其他的神明，也许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今天有一个选择，就是求着帮助我们选择尝试相信属于基督教的神叫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这位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帮助跟祝福的缘故。所以我们一起来有个祷告，我们可以在我们心中来默祷，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觉志用出声的方式一起来开口。这时候邀请姐妹弟兄们一起来开始来祷告。恭喜他们，哈美多人，美多人听到。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降生，求你把那个上帝你的同在。上帝不是圣经当中的圣经人物摩西，或是其他的圣经里的人物，虽然是前辈不可不的同在，结果是犯错了，或是得罪了，这些所圣经的人物不要对你说什么，求你不要离弃我，求你与我们同在。耶稣，我们也是，耶稣说我们已经相信你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中，人他会有意都会有得罪，不是伤害了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亲爱的耶稣，向你来祷告，求上帝再次来应许我们，当耶稣再一次降生的时候，求你的爱，也要再一次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每个家庭当中，求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日日的经历得见你的荣光，让我们的生命也逐渐被你改变，成为你荣耀的样式。连父也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成为希望之子，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缺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带着一个相信的希望。你说的耶稣不只是让我们今天有希望，主，我们相信，就是将来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主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希望。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抱着这样的希望来仰望我们的天父耶稣。我们真的希望你降生，再一次给我们燃起了盼望。主，真是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主，我实在相信，不只是2020年是这样子，我们相信这样的黑暗，这样的不平安，仍然会继续带入到2021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这黑暗而让我们感到害怕，感到没有指望。主帮助我们，求你给我们一点点的爱心，使我们可以被点燃，
你让显气的烛光照亮我们周围一点点的地方，让主耶稣你的爱，让主耶稣你的饶恕，让主耶稣你的公义，可以充满我们这个社会或是我们周遭的环境里头。主特别帮助我们的政府，不是因为个人的喜好而成为报复人的样子。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对岸周围主我们的邻舍，主愿意放弃使用暴力来压制我们的做法。主，我们在期望主啊，这个疫情可以快快离开我们，因着你的帮助跟医治。主，盼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爱，更多的来恩待我们，也更多来感动我们，也更多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和平之子，充满了爱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点燃一支支小小的烛光，盼望爱跟平安跟喜乐就可以带到我们的周遭。我说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诗班委座，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在你的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今天特别纪念你的降生，主啊，让我们更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宝贝。因此，我们要说，主耶稣，我们爱你。
主，我们要再一次的将今天特别的日子交托在主你手中，主，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要再一次将在座的每一个人，因着主耶稣的降生，我们要得着你的平安，我们要得着你的喜乐，然后我们要得着你的健康，更要从你那里得到永远永恒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将弟兄姐妹主所献上的都交托仰望于你，求你大大的30倍、60倍、100倍的加添更多的丰富和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子祈求、感谢、祷告，也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见的弟兄们，请坐。报告。我们翻开我们手边周报，报告我们下周主日，12月27号主日礼拜一样是和堂。讲道者刘阿川牧师，施礼者林阿章长老，施献者温泰喜、陈桂美执事，招待林金德会长。敬拜赞美儿童主日学诗琴的部分，以下也请弟兄姐妹自行参阅。那我们下周儿童主日侍奉，一样是10点半在楼上3楼哈。然后各团契的聚会，松联团契一样探访关怀主日会后会长会再报告。弟兄团契的部分也是，妇女团契12月26号星期六晚上8点。那因为刚好适逢我们教会同工团契的共事营，所以耶利米的部分也是暂停。那我们再看下周三12月23的家拜。那也因为家庭礼拜它更改为家庭祭坛，那也请弟兄姐妹自己和家人一同来敬拜。那12月25号星期五晚上，也适逢我们同工的共事营，那祈祷会暂停一次。那我们看右手边上一周12月13号的各项奉献，那各项奉献所有的总金额是82099元。那如果各位弟兄姐妹的奉献有所遗漏登录的，也可以跟我们的执事团提醒一下，我们再做修正查明。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周报最后面教会消息的部分。欢迎主内弟兄姐妹有参与敬拜，我们也欢迎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与我们一同敬拜。我手边有2个名单有第一位是林丽华姐妹。站立一下好吗？我们可以递上我们的麦克风，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麦克风的颜色是有声音吗？开白色的好不好？还是橘色的？有啊。那么，牧师还有我们会的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姓林，叫丽华。那么也感谢李爱玲女士的一个邀请，谢谢爱玲。对。那么今天很荣幸来到这边，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现在是体内是充满了沸腾，所以讲话呢会有一点抖动，这是我今天的感受。谢谢你们，谢谢，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我们还有一位弟兄，陈新龙弟兄，我们一样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牧师及各位弟兄，大家平安。提前跟各位说圣诞节快乐。我是李爱玲邀请的朋友。那么我从小国小2年级就在教会里面，一直
到现在啊。那我现在住在台北，但是好久没有来教会，当然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拿起圣经还是很熟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快速流翻，开始讲到，唱的诗歌我都还会唱，除了新的以外，谢谢各位。我们再给他们两位大大的掌声感谢神的带领和保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点，本周读经的进度，约翰福音第17章，请兄姐自招待处说起，鼓励姐妹弟兄读经运动。我们一起来读这3段，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已经快要结束了今年度我们做到多少？我们自己跟神交代，不要跟我们旁边的人交代，自己努力好不好？第二点，今天为本会圣诞节主日，感谢同工和各团契对教会办理圣诞庆祝活动，以力相助。愿神纪念礼拜结束后备有爱宴，请兄姐留步享用。下午1点半。于教会外搭有帐篷和舞台，请兄姐享受爱宴完之后，一起邀请弟兄姐妹或是你的家人也来一同齐聚，来参与我们的分享，一起沉浸在主的爱和欢乐在其中。第3点，今天主日结束后，若有被邀请登入教会2021年1到3月教会行事历上面各项服事的弟兄姐妹，请在今天提出调整的意向。12月27号，下周主日将2021年的1到3月的教会行事历会加于周报，供兄姐参酌。第4点，请各团契新任干部将2021年1到3月份的团契聚会行事历，于12月31号以前交到办公室，以方便我们周报上面的公告团契聚会内容的善打第5点，12月25号到26号星期5、星期6适逢本会的同工干部共事营，将于台北市解头北投会馆办理。报名参加共事营的兄姐，除了注意集合的时间和出发的时间之外，我们会后也会请名义长老宣布一下，然后我们需要准备要必备的一些东西。第6点是下周主日会后，我们本会有一场医疗的讲座，时间大概是20分钟。也邀请弟兄姐妹对医疗上面有一些疑惑或是疑问的部分，我们可以一起留下来参与这样的聚会，顺便询问一下我们当天的主讲员。肢体消息的部分，我们继续来为我们的年长者、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提名代祷，也求主赐予信心和力量，胜过难处。当中有住院的，有休养的。住院的部分有苏建龙和吴阿生长老，他目前在花莲慈济医院。黄美妹姐妹，她也在三军总医院内湖院区。休养的部分有周月霞、吕云妹、许金宝、郑丰龙、林素云、胡秋花、曾彪妹、朱美妹、肖正基、朱陈金宝、汪美萍、高翠云、詹明文、林真金、高来成。我们也一起将这一些处于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摆在我们灵修的祷告当中。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周报本周金句，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起！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约翰福音1章14节。好，这时候颂龙，我们请我们的诗班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唱《为了爱》。
我们要鼓励我们起来站立，先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满满的恩惠及天父从过去到今天永不改变的慈爱，及圣灵的交通、团契、感动，常与众姐妹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有没有团契要补充报告的？民长老，要不要报告一下那个同工退休会的那个部分？平安。今天是2月25、26星期五、星期6号。我们的那个长职共事营，今天北投捷运会馆大家阿米改编号，为着教会的一些明年度的施工做一个讨论跟建议。然后25号，25号当天好，就早上1大号，你报名来就你，马达高外读游览车好，可是我们的游览车人数太少，福音车不在来好我希望就是报名这个要前往那个北投会馆坐福音车的呢。早上的9点一定教会里集合，我们一同前往那个北投会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早上我们的会馆是下午3点入宿，然后我们报名的人，大家在马达高的游览车都福音车一定教会9点抵达阿米。达拉奥，我相信马多阿塞，kamu Thailand mau pergi kamu ke perasaan好，所以我们坐福音车，那我们一路就是往北海，巴拉卡拉口来，然后直到明天9点集合，我们9点半出发哈。那我这样子报告自行前往的哈。如果不知道地方的话，跟我询问哈，我会告诉你们地方，也可以跟卡巴理事询问一下。好，以上报告。好，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节快乐！怎么这么？圣诞节快乐！好，妇女堂区中间有一件事情要要感谢过去我们很多诗班都在练习，那我们诗班练习的时间呢，都有我们后面都会有一个很支持我们的一个老师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他这1年来一直在协助我们很多团契的服事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透过这个时候呢，然后要感谢他，大家知道是谁吗？知道。是谁？好。
谢谢师母哦，我们要感谢布施跟师母在这一年的带领，真的很辛苦哦，带这一群阿美族的牛。来，我要工商服务一下哦。今天我们郭长老在路上做礼拜的时候有捡到钱包，来，这个是不是你的？看一下。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我的红色嘛哦。哦，没有的话，那我们再交给郭长老，请他再做后续的处理。那因为今天是圣诞节，教会的活动，我们有准备爱宴。那我想你们不要有人有借口说我要回家煮饭，然后今天不用煮饭，我们这边有中破塞处理了哦。我们中破塞帮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的午餐啊，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好，我们大声唱哦。不是欢乐就不下好，手牵手往楼下走，大门锁起来。主厨们，好，我们这次的主厨的中破塞是吴金玉阿姨。吃不够跟她回去哈。还有他的助理是李秀义长老，还有刘一妹长老，还有那个段长老娘陈妈妈，还有李慧姐，唯一的男生。下面有准备一点点的那个心意啊，请他们来接受。好，我们来请开讲。他们还要忙这样子，只要10道菜，刚刚拿到的，还要去买啊。起来预备接下来的活动，然后在待会活动到敬拜开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那就是说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下午一起在一起，虽然天气是下着雨，但谢谢主，还是能够让我们在你殿中一起来迎接待会下午的圣诞活动。求你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活动永远在这里面，都随着你到结束。谢谢主，给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一起拍手。愿天放晴，愿地快乐，愿每个祈祷中满地风采。
不要停，我们请接下来唱第2首诗歌。一起来拍手。有点累。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把
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拍掌。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活动交给主持人。哦，我也被牧师传染了哈，很累，不会很累啊。那个主是道路嘛，是不是？感谢神哦，主就是道路。那今天很难得，樟树教会又再次从我们教会里面拉出来，到教会以外的空间来做我们耶诞节的庆祝活动。那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等一下我请牧师来跟大家说明。这个是牧师发起的想法。那牧师应该有他的想法跟作为在这其中，有神的感动。那同工愿意支持，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方式。好，那接下来我就邀请牧师上台，给他拍手。牧师也是人，是看重上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把这个好消息跟上帝的喜乐，通过这样的节目呈现在这个252项这条道路的两侧的注明这样子。当时候的想法是比较很简单、很容易。另外一个想法是，如果这个福音可以透过人传播出去，那么教会应该是一个无墙的教会。如果教会是无墙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打破社区跟教会之间的藩篱。那么这样的想法就成立了，让欢乐，让神的爱透过姐妹弟兄在今天下午的呈现，可以把这种欢乐、喜乐带给周边的我们的住民。那同时也做一个抱歉，就是对于252项这边的住户跟264项的住户说声抱歉。也许昨天晚上各位住户非常晚才入眠，今天早上或是到今天下午彰教会会有一些的歌声，各位非常舒服的这个休息的时间，稍微给他打扰120分钟这样子所以如果各位两边的住民252项跟264项的住民，如果各位愿意，可以迈开你们的脚步，来到我们中间来一同来享受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喜乐，让神喜乐的氛围可以透过你跟我，就彼此就变成一个无爱的无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好祝福跟恩典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就这样成立。也谢谢各位。这个活动如果没有各位的出席，这个活动整个就是不能够成立。所以也谢谢各位今天下午耐着性子，耐着寒冷，可以一起来在这个地方教会的前头。这是教会彰化教会成立30周年教会被设立30年以来的第一次头一遭，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上帝跟各位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肯定。所以牧师还有另外一个被设立的目的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要开始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就代替主持人说愿这个活动我们一开始就用祷告来交托透过上帝的灵的感动，透过上帝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做无国界的穿插使得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多人给他小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闭眼睛，谢谢。亲爱的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当我们同意你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之后，同时我们也接受来自于那里的一个非常大的恩典跟喜乐。主愿这个平安，透过今天下午彰化教会各团契的呈现，也许不够成熟，也许主还有那么一点的瑕疵，可是主，愿你再次来纪念教会的姐妹弟兄的呈现，使得民得到极大的满足，以至于你就悦纳我们今天在下午在那边的呈现跟敬拜。所以恳求你继续恩待帮助我们，也许在今天下午这样的一点点的声音，致使我们周遭的
我们的住户，让他们非常要去适应一个很大的不舒服，也愿你来恩待。愿主圣灵你也透过你自己的运行跟帮助，让我们的歌声也透过舞蹈，甚至我们的喜乐欢笑的声音，带来一些的感染，致使主你的温暖也进入到252项跟264项的著名的当中。谢谢你透过这样福音再一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你给我们的喜乐。那开始以先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听我们祷告的主是奉耶稣的名。好，谢谢牧师他的发想，也因着神的感动，让我们再次有这样合一的同工，愿意一起支持这样的活动。那更要感谢今天参与的弟兄姐妹。那其实最终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左邻右舍，刚牧师所提的，我们造成的不便，也请他们见谅。我们只是尽心将我们所相信的神，透过我们的敬拜方式，用不一样的呈现来与他们分享。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给我们自己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最终这个掌声不是献给我们，还有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什么什么光？好，我跟你们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师母帮我们想出来的，所以我们把它定定成耶稣是光。我们一起讲一遍。耶稣是光。母语。牧师，母语怎么讲？牧师。怎么翻译？我们的执事团很会讲。好，我们的祈祷来讲，快点。哇，听不清楚，因为有口罩。Yes。会了吗？会了吗？Yes。是这样吗？打叉哦。来，再一次，牧师，再一次。Yes。不好意思啊，我的老师不好，你们可以怪我的母语老师。我的母语老师是谁呢？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是谁？哎呀！好，再讲一遍。不是啦，耶稣是光。耶稣是光怎么讲？好，谢谢大家，要记住啊。好，接下来我们第一个首要呈现的表演节目是我们的敬拜团，今天都献诗过了，没有关系，我们走出教会，我们唱给我们左邻右舍的弟兄姐妹再听一遍。如果弟兄姐妹会唱，一起唱。这边有投影幕、字幕。好，我们的联合诗班请上台。不要紧张，再有一点距离，分散一下。好，小朋友请安静哦。小朋友请安静哦。我们要联合诗班要带来的第一首诗歌是《主耶稣是光》。
哈利路亚！接下来要献唱的这一首是《为了爱》。哈利路亚！感谢神哦，这一切的恩典也都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那今天我们的联合诗班练了这一首诗歌，花了多少时间？很久。多久？下次你们一起来好不好？就知道。不要告诉你们练多久。要一起参加，好不好？是不是诗班？哦，我们需要大家的参与哦，因为教会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对不对？樟树教会的成立不是他们成立，是前辈还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努力而来的，加上神的恩典，好不好？小朋友，知道了吗？练诗的时候要来哈。妈妈睡觉，叫他起来；爸爸睡觉，打他的脸，叫他起来。哦，所以我们要做礼拜了，好不好？因为神他的恩典和慈爱时时与我们同在哈，不是只有做礼拜的时候才在。那我们在外面工作、求学，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也都不要忘记他，不要因为有难过的事或是有喜事才会打电话，牧师，哦，不是这样的哦，要时时来参与。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活动，我们有准备一些小礼品、小礼物。那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的活动当中会抽奖。那接下来等一下我们的
摸彩券，我们的负责人他会一一发下去。那等一下你们记得要把你们的存根联投到我们的摸彩箱里面。那如果小朋友怕你的摸彩券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旁边的阿公阿嬷、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要帮忙他们哈。这个教会准备了小小的礼物，那等一下我们摸彩的时候会一一抽出来，所以你们要留好你们的存根联。那接下来我们准备的这个节目的单位是我们的松年团契。松年团契，你们准备好了吗？松年团契的负责人是谁？会长呢？会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吼。在这一次我们圣诞节的活动当中，我们也准备了有义卖品的贩售。那还有没有人觉得头发太长的，不想要花500块去剪发？我们里面教会今天也有人帮忙做义剪，哦，有帮忙义剪哦。那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有关于健康咨询的部分。你有一些想疑问的健康上面身体的问题，也可以进去询问一下，他会有给你很好的解答。那有心灵上的治疗，那疾病上面的治疗要找医生。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交给松年团契，他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诗歌应该是2首嘛。第一首叫《欢迎歌》，来，我们看他们怎么欢迎我们。好，我们来给他们掌声。Tại ni ai kami, ani ni aromean. Tại ni satu kami, maaraw no diam kamu di paha ko farotong. Hin hoya na iyo en hoya. En hoyan hoyan ayo en hoyan hoyan ayo en hoyan tai ni ai kami anak daunnya rumai an tai ni satu kami kamu di paha ko farotong. Hin hoya na iyo en hoya, hin hoya na iyo en hoya, hoya na iyo en hoya, hoya na iyo en hoya. Ya so, now. 1、2、3。オララがわのみたはらおは。いやいねかかして。到，那等一下哈。等一下哦，哎，暂停哦。那个松田团契自己喊暂停，我们给他掌声啊！有没有？他们身体都不好，脚也不好，腰也不好，眼睛也不好，唯一好的就是那个嘴巴，有没有？很厉害哦！暂停，准备好了没有？等一下，他们先讨论。你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讨论一下。再给他掌声一次好不好？热烈一点，尖叫声。好了，有了，你看。Orang awan no mita
Nai tira ichilangsan O ina itachi nakau O mama itachi gisana Akawalan nomita Ayya o Ayyan Ahe Ayya o Ayyan O Ayya o Ayya o Ahan O tato asan nomita Itini ko aro nomita Asay nomita O ina ko mili puta ito saka to as nomita Akatawaran nomita Ayya o Ayyan Ahe Ayya eh Ayyan O Ayya ho O Ayya ho O sakatoro aray-ray hara matanaka sa niyaro say numita itimori ka amis ko kamaroan numita akatawaran numita ayya o ayyan Itinima sa araw Tukita Ora Dio kono niyam sa kararita inomita Akatawaran nomita Iya o Ayyan Ahen Iya eh Ayyan O Ayya ko O Ayya ko有没有很厉害？这首歌深具很深的意涵，你们知道吗？好，我们有等一下还有要继续跳舞的，他会留在台上哈。那有的可能要先退场。那这首歌其实有很深的意涵，它也在勉励我们年轻的晚辈啊。你看他们年长哦，加起来可能有几岁，已经超过1000岁了。哦，他们也一直哈利利的站在那里，努力的赞美他们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那你们好手好脚，腰好脚好，眼睛好的时候，一起努力。接下来他们要带来的舞蹈叫做，看就知道。龙蛇摇摇舞。哦，我们的前会长讲这首舞叫龙蛇摇摇舞。什么是龙蛇摇摇舞？我们用眼睛看。啊，我也不会解释。那小朋友还有老朋友、大朋友坐着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糖果也会发下去。吃糖果垃圾不要乱丢后，好不好？爱地球，老师都有教。如果老师没有教，现在找老师。好，那个歌准备好了吗？好，等一下，好，没有关系。那我先。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刚才你们领的摸彩券还在不在？你看我手上是什么？也是摸彩券。等一下我要摸彩用的唇跟脸，
等一下我拿这个起来的时候，小朋友讲你们要拿什么？我说我拿这个的时候，你们要拿什么出来？对，要拿对奖券出来哦。等一下我拿出来的时候，你们就拿出来哦。现在放口袋，吃糖果，不要讲话，要乖。老的朋友也一样。好，现在摸彩券我全部放进去了哈。我们也没有预留，我们今天有的全部都丢进去了。那我们的松年团契也准备好了。那个你要放口袋，等一下我拿这个的时候，你们就拿出来。哦。好，这个时候拿到糖果，我们就可以拆开来吃。那你们手边的垃圾记得不要乱丢。好，我们看到我们松年团契也很认真吼，他们很努力的找出他们所要呈现的这一首歌舞。好，这个时候他们也已经找到，他们也已经准备好。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在场所有的，我们一起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给他们鼓励，好不好？很辛苦，他们准备了第3支表演，来，我们给他掌声。出来咯。好，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抽4个奖。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请谁来抽呢？我要请上一个节目表演，刚才讲那个龙蛇摇摇舞的是谁？是谁？好，我们前会长张正发，我们请他出来，给他掌声好不好？我们请他抽出4个奖。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抽出4个奖。那刚好我们下一支要准备表演的舞。也可以准备一下你的音乐哈，那我们请会长小心哦上来，为我们抽出4个奖。因为有准备很多果，所以现在先抽素果。有4张，他已经抽3张了哦。
抽完3张之后会怎么样？很紧张。好，我们没有作弊，举起来给他看几张。张会长给他看几张？4张哈。那我就请他来报告，他抽到的4张号码是哪几号？第一个133。133有没有听懂？133是谁？133有没有133？举手133，他是哪里人呢？哦，133没有，没关系，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加抽1张。好，第2张91号是谁？哎呦，我们看到了呢，是谁？大声的喊！好，等一下哦，先排队，再来下一个是谁？26，几码几26？哈利金，大声一点，26。好了，有26了。第三个，34是谁？谁的孩子？34号有没有？这个号码很前面的应该都有哦，我再喊一次哦。34号有没有？34号2次，有没有？没有，我要再加抽了哦。34是谁的孩子？34，我们没有姓3的啦，只有3弟了。如果34号没有，我要加抽2张哦。那我们再请张会长加抽2张。没有看哦，他没有看哦，后面是透明的啦，你们都不知道哦。知道哦。好，接下来我们又抽2张出来了哦，赶快注意看你们的那个号码牌。69号。69号是谁？69是谁的孩子？啊，要出生，罗以先来，先在这边等来。52是谁的孩子？黄博云的孩子吗？啊，你是高怡华的儿子。啊，好，那我们先拍手掌声，谢谢我们的会长。哎，升降梯。因为我怕他跌倒了。哦，好，我们收到了4位得奖者，那我们就请上台。哎，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乐手啊。哎，我们请我们的颁奖人，那个时髦又美丽又大方的。好，对。但是这次我们领奖有一个规矩哦，领到奖之后要大声的读出这一段经文，我们底下的小朋友要注意听。我抽到的是哦，有一位婴孩为我们降生，为我们而生，有一位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以赛亚书9章6节，谢谢。好，再来是洪轩来，我们领奖。哎呦，你看得懂，我知道。你爸爸很聪明，你妈妈更聪明。哦，我知道你很会念。神在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生，使我们借着他的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约翰一书4章9节。有没有看到？
他的妈妈在哪里？那里，很努力的拍，回去好好的教他读啊。但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使你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第5章13节。好，谢谢。这个经文的用意啊，其实是要希望我们得奖的弟兄姐妹再次去警醒，今天我们所庆祝的这个主日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经文所讲的也都是这一位主角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些经文。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路加福音2章10到11节。好，谢谢我们这4位得到奖品的4位弟兄姐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舞者，他们叫舞者，他们要表演的舞蹈的名字，还有叫什么我也不清楚。那我们就先请他上来，因为歌名是什么，可能是龙蛇摇摇舞之类等的，我也不知道啦。等一下我们问一下。我在你左。好，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们今天所要表演的舞蹈是属于什么吉鲁巴还是什么巴？我也不知道。对，这个舞蹈，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为各位献艺，就是国标舞的吉鲁巴。不简单哈，你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吧，被我猜到，原来是吉鲁巴啊。那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很难得我们看到这样的舞蹈表演，那也请2位小心一点哈。好，我们一起专心的注意看。
各位主内弟兄，大家好。我们2位是李爱玲的朋友，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样的一个圣诞节的庆祝的活动。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一样，很巧，也是基督吧。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是跳3步的基督吧，大家都知道嘛，有没有很厉害？哇塞！再给他掌声！感谢他们的参与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真的很让人惊艳。那你们想知道这两组舞蹈是谁邀请来的吗？我们也感谢李阿姨邀请她在外面跳舞的舞团他们喜爱、热爱。跳起鲁把的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厉害而已了。刚才我讲的老了，腰不好，脚不好，没有呢，很好啊。可能我们的松年也要跳哦。赞，有没有？只是我腰不好，你没有看到我都不会转，一直这样。好，太强了！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团队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年轻又有活力的叶丽敏一样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是有没有很失望？更多的期待，就会有更多的盼望。没有关系，等一下就换你们了，要准备哦。下一个节目就是儿童主日学，你们准备一下好不好？
谢谢叶丽敏。这颂唱温主我身，我们齐声声响，敬敬拜。这颂唱温主我身，尖叫声，唱哈利路亚，温主我身，屁股也要扭，荣耀哈利路亚，温主我身。这颂唱温主我身。这颂唱温主我身，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这颂唱温主我身，唱哈利路亚，温主我身，哈利路亚，温主我身。这颂唱温主我身。我就是主，我的主人，你是我的，就是他，主耶稣。我就是主，我的主人，你是我，就是他，就是他。身上温主我身，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这颂唱温主我身，sing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温主我身，荣耀哈利路亚，温主我身。这颂唱温主我身。这颂唱温主我身，我
你们觉得自己跳的好不好？他们觉得还可以。回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样教他们跳，好不好？阿公阿嬷在下面的举手，爸爸妈妈在下面的举手。他们跳的好不好？好。你们跳的好不好？等一下带回家好好教，明年就跳得很好。好，小朋友。谢谢你们的表演，我们下去跟老师拿糖果。没有关系哦，这个就是阿美族的孩子啊，站上台的时候就是很害羞，回家的时候真的是龙蛇摇摇舞。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一样，接下来我们要抽4张摸彩券。好，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我们耶利米团契的新任会长，在吗？我们新科会长叫什么名字？未婚。哎呀，太早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这个又不是结婚的那个场合哈。我们一样请我们耶利米团契新科会长帮我们抽4张。小朋友，你们得奖了吗？还没有。你的摸彩券要不要拿出来看一下？看姐姐念的号码是几号？4张了吗？好，那请你一一把号码读出来。29。谁？都在前面的。是谁？29。没有吗？哦，有，好，我们先上来，我们给他拍手。你看他很辛苦呢，跳完舞就要来领奖了。31号呢？有没有31号？有没有？31号。有32。哪里？那个阿公，你的票在哪里？赶快找。31号一次。要一次喽。有没有？31号2次。哎呦！33号。会长先上来了，在这边等啊。对啊，得奖的。33号呢？33号。哦呦，我们颜辉煌颜大哥。44号。44号。没有吗？44号有没有？没有吗？哦，有那个阿嬷举手了啦。阿公给你们糖果来。阿嬷看的是中文啦，她看的不是数字，不好意思啊。给你们糖果后。哦，没有是4个4，啊不，44了哈。44号有没有？如果没有，我要再抽1张喽。里面的有没有？哦，李阿姨小心，不要挤，慢慢走，它很滑。我说楼梯很滑，你不滑。好，我们抽到4个了哈，那请李阿姨上来。还有椅子在那边。这个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耶利米团契会长来帮我们颁奖。哎，奏乐。加重音。上扬。低8度 ，yes， 好，那我们请我们得奖人一一把我们上面所贴的经文读出来，那我们可以注意听。认识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的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是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15章13。好，谢谢李阿姨，恭喜你得到这个小小的礼物，不足，但是是我们的心意了哈。好，希望你喜欢，小心我们的升降梯，不要忘记。必有同日，凡欲生人要称他的名为
威力，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章23节。好，我们一样给他掌声哈。我们的会长说我也要念，他要跟着念。我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好，感谢主哦，谢谢会长，恭喜你。接下来我们的严弟兄，难得看到他，来高歌一曲，下次再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阿们。谢谢我们的严会长，我看得出来他很紧张啊，我陪他下去好了。也要感谢主哦，难得我们看到也久未见面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也都来到教会一同参与。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主办单位说我们要抽出我们今天所预备的2项大礼之一啊。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是要由我们那个德高望重的谁，在我们彰化教会比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哎呀，不合作，合适一点，合作一点，1、2、3。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邀请我们的牧师刘阿春，请上台来帮我们抽今天我们所预备的奖品之一。那这个时候你们的摸彩券还是要拿出来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只抽1张。那如果你的票券就是牧师所念出的那个号码的时候，请举手，大声的喊出来。哇，不简单哎！牧师今天抽到这个号码，绝对会吓到你们，我没有骗你，而且是牧师所抽颁出的第一个奖。注意听，你的号码是001，有没有很神奇？没有骗人。这个时候有没有要读经文？没有，他的不用读呢，他的这个很不一样哦，因为他是动1，所以要用背的。没有啦，没有准备。好，我们恭喜他，也谢谢牧师。好，不要这样子，将心比心，耶稣爱你。好，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团队是艺术团。那我们所要表演的舞蹈，我们的阿美族舞蹈吧。好，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给他们。Oh
有没有不一样？哎，龙蛇摇摇，没，不一样啊。那个原住民的舞蹈就是不一样哈，就是这么有热情啊。然后跟刚才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舞蹈呈现的力道又不一样。那也感谢我们艺术团，他为我们所表演的这一支舞。那这个时候，妇女团契，你们准备好了吗？哇，他们已经蓄势待发了呢哦，那个帽子也戴上了，这衣服也绑上去了。我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呈现的舞蹈是什么。好，那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一样给他们一点点的时间，看他们今天要为弟兄姐妹呈现的舞蹈是什么。那我们就用期待的掌声来加欢呼，来欢迎他们上台，好吗？妈妈，小姐，妈妈，哎，注意哦，音乐要下了哦，不要聊天哦。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要……不好意思啊，小姐，妈妈眼睛不好，点错歌。我们原谅他，再一次给他掌声，真的哦，不能骗人哦，这一次，好不好？愿你有个好心情，哎，平安心。等一下，你们可以比手语，好不好？啊，好了哦。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你们会冷吗？如果会冷，可以站起来一起跳哦，让自己的血液循环一下，才不会那么冷。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
最后的一个 slow 呢，最后的这个ending， 对啊，不简单哈，每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有的是左脚，有的是右脚。不要这样，他们也花很多时间练习，好不好？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辛苦他们的付出和呈现哈，感谢神。那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部分，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都是舞蹈，然后还有歌唱。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不一样了，他会带武器出来。哦，他这个武器很厉害啊，他的声音可以很高，然后也可以很低。然后它的光线可以伤害你的双眼，有没有看到？我们接下来要邀请的是敬贤执事为我们演奏他最专长的乐器萨克斯风。好，他现在要讲话了，注意听，闭嘴吧。我今天要带来的是舞蹈。很会呢，他不愧是做那样的哈。哎，我们一样给他掌声好不好？这话很多，我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你可以跟旁边你的亲人说，这首歌叫《我爱你》啊。大声讲啊！大声讲，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不演奏。看你的左边是谁？看一下讲什么？我爱你。右边呢 ？I love you too。然后看上面呢 ？I love you too 啊。好，接下来我们交给敬贤哈，他要为我们献上的这一首《我爱你》。那艺术团敬贤执事表演完，下一个就换你们，也麻烦你们就预备哦，不要急哦，哦，穿漂亮一点。是耶稣基啊？没有啊，我不是耶稣基，耶稣基督。耶！大家应该都听过，热血哦。
长这时候要喊什么？尖叫声。因为我刚好只准备2首。等一下就不要弹了哈。刚才那个知道了哈，那他等一下换哪一首我们听？等一下我们听看看。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梦想哦，会唱的人就可以唱。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什么？我的未来不是什么爱，不是梦哦。等下最大奖是摩托车一台。我
们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好不好？不简单呢，我们又再次看到这样的演奏。来，进行讲话。带来2首歌之后啊，我带来1首舞蹈，结束。好，谢谢。好，有没有很感动？今天我们看见的呈现的表演有不一样哈，从一开始有诗歌，然后到后面有吉鲁巴巴2次，然后又有原住民舞蹈，那现在又有萨克斯风的演奏。那也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或年长的朋友，也许在明年的圣诞节你会上来拉二胡，弹古筝我们也接受。哦，那接下来我们艺术团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那我们一样再次邀请艺术团上来，我们妇女团系请准备，夹克先穿好，不要感冒。那艺术团表演完毕之后，我们就邀请妇女团契。那等一下妇女团契要表演之前，妇女会长可以先上台为我们摸彩哈。好，接下来要表演的曲目，我们就来看一下，一样是舞蹈，他们有不一样的呈现。好，我们一样再次给他们掌声，好不好？好像还有哦，没有了吗？记者可以上来的记者，我们再次一样，掌声谢谢他们。哦，我们刚才看到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是谁？原来史迪奇会跳舞啊！回家我要重看那个卡通了，叫什么？史迪奇。对呀，原来史迪奇也会跳舞呢，不简单。哦，谢谢他们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不一样、另类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妇女会长，哎，请上台。那这时候我们一样又要开始摸奖哈，抽奖。那我们请妇女会长为我们抽出4张，来看一下，1、2、3、4、5，哎，你作弊，1、2、3、4，好，那我们就请妇女会长将我们抽奖的编号读出来，那请弟兄姐妹尽快的出列哈。好，第一个是97号，第二个是86号，第三个是2号，第4个是24号。哇，好像只抽到1个而已啊。24号有吗？哎，我看一下我是几号。第一个是97号，有吗？ 97号。有吗？好，抽到了就上来。97号。
2次，97号3次，几号？这是几号？2号，好，2号有了哈，2号，好，24号1次，24号2次，哦，几号？24号，好。好，24号，好，24号有了哈，哎，给你22号。好像没有了哦。129号没有哦，好，要重抽哦。对。那你有没有号码？就是要把它送出去啊。那好，好，25号1次，25号2次，有了有。好，终于来，来，你来，就是你的。25号是吗？好，这个25号，好，哦好，来，噔，来奏乐。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1章17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者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1章6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1章17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好，我们鞠躬来感谢他们。接下来我们要表演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妇女团契，那我们也请妇女团契依序来准备上台。那下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约翰长老在哪里？后面。啊1楼。接下来我们妇女团契要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的模特儿展演，哈，看一下我们妇女的身材哈越来越苗条，好，我们各位女士，好，各位女士、先生们我们接下来妇女团契要为你们带来好看的，然后又时尚的，然后经典的艺品展演即将要出场。谢谢过去几年来，我们妇女团契做了无数的手工艺品，从叠古巴特到传统的原住民情人带等等，应有尽有。首先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今年度完成的原住民传统作品，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情人带，跟头饰传统服饰。这个是我们3位模特儿为你们展现的是阿美族的情人带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哈。情人带是丰年祭一定要有的东西哈。情人带呢，没有情人带哈，就没有情人来跟你一起跳舞哈。没有情人带就收不到情人的礼物了。情人带以热情的红色为基本色，展现出阿美族的热情，以白色线条做搭配，像极了爱情。好，接下来第2个为大家展示的作品是具有夏威夷贝壳风格，搭配我们基督的5种代
表颜色，绿色代表着创造，黑色代表着地狱，红色代表着宝血，白色代表圣洁，黄色代表天堂。第三项作品带来的是民族风项链，特别用金色铜线搭配5色基底色，象征福音的讯息，带出特有异国民族风格的独特品牌，戴在身上有异国风味。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最经典的 LV 编织包。这是我们部落经典的 LV 编织包，带有传统又现代感的编织包包，是阿美族中的 Prada、Gucci 一样价值非凡的包包。当你飞在街上时，展现出你的个性的包包的优雅，唯你独有。好，谢谢。我们全部一起上来哈！好，我们谢谢所有的妇女团体参加我们那么多的手工艺品的展演，跟手工艺品的制作，也欢迎各位姐妹们有兴趣参与我们团契每周6的团契聚会，让我们的神大大的使用我们。现在我们欢迎我们的手工艺品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设计师高秀美长老。带老师一下，带老师可谓。他是手工艺品老师，不是赌神啊！手工艺品的老师啊！好，我们谢谢我们高秀美长老，谢谢。好，一起请那个。设计师一起带着你的那个作品上，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哦！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兴趣学习这些手工艺品，那我们可以参加我们妇女团契的聚会来学习这一个部分。那据我所知，好像最近在我们社区里面也有在做原住民阿美族女性传统的头饰。那老师是谁我不清楚，好像已经结束一批制作了。那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询问一下高秀美长老，她可能也会做。哦，都是手工自己做的哦，那个在外面买不便宜，听说最近材料又要涨价了。那个材料部分2000多块，做出来专属于自己的阿美族头饰，那个也不简单。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部分是我们樟树教会弟兄团契。他们所要表现的舞蹈啊，又不一样了啊，充满那个力道啊，原住民的力道，这样的啊，很多对吧？嗨，那我们接下来用我们的眼目，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双手来欢呼加尖叫，欢迎他们樟树教会弟兄团契。口罩拿下来，不要害羞，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是舞蹈是吗？小心跳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身段哈，要像刚才那个老师一样的。怎么样都是前后而已，都不会转哦。那个力道要放轻一点，好不好？他们带来的是我心已打烊，如果你们也很冷，站起来一起打那只羊。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灵魂。
是。奔向穹苍，只为了逃避死神的追寻，死神的挑战。岁月带着微笑，又将春天吹干，而我只有茫然无奈地回头望，挥别了梦幻，挥别了忧伤。我心已大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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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已大洋。哎，我们看到了这个，他布阵，哦，打战也要有阵势，跳舞也要有，只是他们没有准备好。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梦幻，爱神的模样。我曾有过那么一段，我的心歌奔向穹苍，只为了逃避死神的追寻，死神的挑战。岁月带着微笑，将春天吹干，而我只有茫然扭屁股。地回头望，挥别了梦幻，挥别了忧伤。我心已大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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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已大洋。这个意思是说天气不好，海浪很大，出海请小心。哦，看得出来，他说现在有7级、8级浪，要更注意，防弹衣、救生衣都要穿。为什么在海上要穿防弹衣？将春天吹干，而我只有茫然无奈地回头望，挥别了梦幻，挥别了忧伤。我心已大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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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已大洋。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我心已大洋，我心已大洋，我心已大洋。切掉，很累了。耶，会长很热情哦。我的太太喊一下。我晚上教他。感谢主哦，我们弟兄团契，他们也很辛苦了。我们再次掌声给他们鼓励。那明年度希望我们能呈现更好的一个表演啦。这时候我们也请我们的刘阿春牧师上台。我们今天所有团契所表演的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那这个时候最后我们要将今天我们所有的奖品做一次的摸彩抽奖，做一次抽完。好，那就请弟兄姐妹把你们手边的摸彩券拿出来。那么我们就做一次。那就我牧师手边我们的礼品还有7项，有一项是刚才向牧师所抽动腰那一项礼物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请牧师做一次，将7张，先弄6张哦。好，我们尊重一下我们的那个主办单位。好，我手边抽出来了2张哦。第一张是61号，有没有61号？点到了，赶快上来啊！第2张是46号，46号在哪里？46号，好，再来是120号在哪里？120号在那边对面，有没有？那120号？没有哦，没有就要再多抽喽。120号，等一下58号有没有？58号有58号，
好，再来一张，再来一张。这个是30号，30号，30号在哪里？30号在哪里？不要像刚才那个哇，要讲我啊，不然我不知道是谁得奖。得奖的先上去，才知道几个了。好，现在我手边有6张，抽到6张。有得奖的先上来，才知道还欠几个。1、2、3、4、5、6。那现在唯独有一个没有上来的是120号，120号在哪里？来120、110、121次、110、112次、110、110、110、百说拿来百说。123次有没有120？没有，那我们就请牧师再抽一个100啊，不要100的了哦，100的都没有呢。有120吗？123。哇，123是啊，不是，是120。是120、122、112、百说，哎，百说，张龙，是120号啦。哎，没关系，120没有，再来是95号，95、95、95一次，95一次，95两次，95、95，大声一点，我没有听到，呀，这样的我不会认，这样的我也不要，哇，他要肯定。哎，95号我们抽到了哦，以上有6位，246。哎，还有一个呢。95号，95号。好，65号，65号，你看还有漏掉一个65是谁？没有。对嘛？我就说明明有6个。对，我们的那个伴奏。好，我们一样依照惯例邀请他们读出他们所领受的这一份奖品上面的经文。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章1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民数记6章24节到26。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章9到10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好，感谢这6位，也恭喜他们。那最后我们手边所预备的，就最后一份礼物，它就等同于刚才牧师抽奖所抽到洞洞腰、洞洞衣一样的礼品。那这时候我们一样请牧师再为我们抽最后一项、最后一份礼物。那没有抽到的不要灰心，这个时候就是你的了。哦，你的我不知道是谁，你的。哦，来这个号码很像就是我的啊。那个号码是51号，51号是谁呢？我的，有没有51号？
在哪里？50，侧，51侧，2侧，51，3次，没有了哦，3次，那就请牧师再抽另外1次。啊，这个号码更肯定了，是我啦。几号呢？45号是谁？还是没有哦？怎么会没有呢？难道真的是我吗？可是我没有拿了哈。45有没有？还是没有哦。啊，那他就是要回家，我们再请牧师抽。45也没有了，放弃没关系，那个可能就是你的哦。哎，接下来是一个哦，67号。哎呀，怎么听到都是哎呀，没有了。啊，那里面有没有？里面还是有人去那边做那个解签，还是有人去做健康咨询？啊，我知道那个拿剪刀的，叫他不要动。是不是他？也没有。好，那我们就请牧师再抽一个了。哇，再来，这个号码是47号。没有。还是没有哦。怎么回事？难道是我们的吗？我的上。还是没有。好，那我们就请牧师继续，我们就抽到有。哎。哇，我跟你们讲，这个也没有，121号，没有，喂，不要这样，121号有没有？有，121号在哪里？哦，终于抽到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阿们。哇，恭喜！好，今天下午的节目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有趣甚至我们平常没有看到的，真是感谢上帝带给我们的丰富跟丰盛，以及带来的很大的满足和成就感。所以最后我们就不得不在这个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年的2020年的圣诞庆祝活动。虽然没有得到那个大奖哈，各位可以在明年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计划，好，那个大奖可以在我们各个节期重大的节期可以那个赠送给姐妹弟兄们这是上次我们那个会议的时候是这样决定的所以我们都会有机会。最后请我们一起来站立，读个人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互道平安，我们就一起来整理我们的场地，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你果然恩典满满在我们中间，不仅是丰满我们。主，你也再一次来祝福我们，透过这些歌舞，这些非常棒的节目的呈现，让我们看见姐妹弟兄的预备是那么的用心跟认真。主，祈愿你再一次将你的恩惠再次赏赐下来。不仅如此，主，我们恳求你继续把你的爱封存在每一位姐妹弟兄的生命的当中，因着你的爱封存在我们心里就可以让我们更活出你的爱，更加让这个爱可以被渲染出去、传递出去，使人得到了、享受了就将荣耀归给你。主，你祝福每位今天下午愿意留在这里的每位姐妹弟兄们。所以待会儿主我们就要回去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主，你的恩惠跟慈爱仍然跟随着我们，甚至主我们走的每一步步伐路径都滴下那肥美的脂油。谢谢主，继续恩待我们进入到2021年的时候也是如此来丰满。谢谢主，听不到灭神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辛苦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教会也有为每一位弟兄姐妹预备我们樟树教会我们专属于我们的年历。那我们如果帮忙收拾好我们现场的桌椅之后，可以到
教会前面那个帐篷里面去。